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2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申命记第4章第1节到14节，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服从。服从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现代的年轻人，他们认为体制规范管理他们都把它当成限制与束缚。但是对于一个团体而言，如果没有规范，等于在宣告结束的日子近了。牧师的子女小提琴家李春新老师，他最近在他的脸书粉丝页写了一篇有关于为什么古典音乐一定要照谱，这样还有创意吗？这篇文章值得我们在今天的分享当中一起来看的牧师把连结放在下面。牧师在1月25号夫妇团契的专题当中也提到了古典音乐是其他音乐之母，有这样的一个乐谱的规范之下，这样的一个视谱能力能够奠定一个无限宽广发展的以及应用例如我们说我们用那个巴哈的音乐直接演绎成为爵士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基督徒的服从不会造成死气沉沉，反而会带来无限活泼的生命。反倒是那一些不愿意遵守规范、没有服从生命的人，却会为这个团体带来混乱以及死亡的危机。申命记第4章第1节到14节，我们看到了摩西，他重申了上帝的命令，其实他不是为了要限制人，却是要将这个蒙恩的生命来带给人们。后来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从我教导你们的法律和规律，这样你们才能够生存，并且拥有上主你们祖先的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土地。我的命令你们不可以增减，你们必须遵行我所传授上主你们上帝的诫命。你们亲眼见过上主在比尔山所做的事，他在那里消灭了所有拜巴力的人，只有你们这些对上主忠诚的人到今天还活着。我遵照上主我的上帝的命令，把所有的法律规律都教导你们，你们要在将要占领的土地上必须遵守，你们必须切实遵守，这样就可以向异国人显示你们的聪明智慧。他们一听到这些法律，就会说，这伟大的国家的人民真是又聪明又有智慧啊。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没有一个神明跟他的国民接近，像上主我们的上帝与我们亲近一样。我们呼召他，他就回答。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没有一种法律像今日我教导你们的法律那样的公正。你们要谨慎，在有生之日不可以忘记亲眼见过的事。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子孙，当年你们曾经在何烈山山脚站在上主你们的上帝面前，那时上主告诉我，你要集合人民在一起，我要他们听见我说的话，使他们学习终身敬畏我，并教导他们的儿女敬畏我。这样你们都来了，站在山下，山上乌云密布，火焰冲天，上面冒出黑烟，上主从火焰当中向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却看不见他的形象。他要向你们宣布他与你们订定的
约要你们遵守10条诫命。他把这10条诫命写在2块石板上。上主命令我把法律规例都教导你们，要你们在进入并占有那块土地之后切实遵守。服从遵守上帝的诫命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所欢喜的人。基督徒要努力的去学习服从的生命，使自己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来领受上帝所赐的恩典。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爱一个做父亲的，也一定爱他的儿女。由于我们爱上帝并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知道我们爱他的儿女。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爱上帝。他的命令并不难于遵守，因为上帝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谁能够胜过世界呢？只有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人，才能够胜过世界。一间健康的教会是由一群愿意服从并且活出活泼生命的基督徒所组成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要赞美上主，敬畏上主的人多么幸福！喜欢遵行上主诫命的人多么有福啊！义人的后裔一定蒙福，他的子孙在地上总是强盛，他的家族富裕繁荣，他的义行存到永远。有光的黑暗中照耀着正直人，照耀着慈爱怜悯公义的人。慷慨好施的人有福了，他以诚实经营业务，义人永不失败。他不忧不惊，他确实会看见仇敌的衰败。他慷慨地周济穷苦人，他的仁义永存，他将强盛，受人敬重。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学习服从的生命，活泼的生命，让我们得以顺服的生命，来建造一间健康的教会，来荣耀主上帝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